来继续来看云林水南乡的韩治社区，推动社区的营造，甲低调变做咖啡厅。参加社区的 PK 比赛，摕到金牌，嘛得到建局皇帝奖的肯定。 水南乡韩治社区用无得用的低调重新整理过了，变成咖啡厅。透过社区的志工共同的合作，打造一个适合民众开讲的所在。整个来大人囡仔拢真介意。伫咱头前要入来遐，拢得啊！所以讲地主吼，看到阮社区即几档拢有咧推动，所以讲伊怎来找我讲理事长，迄个我即块地吼来互社区来整理来建设。 因为经费无够，所以讲这拢是社区的志工自动自发来付出的。虽然讲过程真辛苦，也要看到本来真垃圾的环境变成这水的咖啡厅，大家拢感觉真欢喜。做伙来共同经营这个状元咖啡。状元咖啡园得到卖酒的奖项，唔但肯定因的用心甲创意，嘛好社区的乡亲对家乡国口的感情。 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